来坐，坐。哟，今天看来有肉吃啊！正是，几位来坐。啊，那个杨贤弟，这锅子是莽人的吧？是的，清理战场时找到的，还好能用。好，吃点羊肉，温补。来，幼娘。好吃。我就是想着，大家一起吃这个，既热闹又暖和。哥，你多吃点，你最近都瘦了。哎，妹子，咱不羡慕别人，咱也有个宠着啊！吃。好漂亮的烟花，看来大家都在庆祝守城成功。烟花易冷，可往后的太平却是常在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